盐官府出教察，查某贼乌白偷摕石膏卵，拢总偷摕620公斤，互警察抓3届，还阁学袂乖。这个细条的古林人过去就有偷摕石膏卵的前科，去年底伫咧花莲立务溪溪口北花2届偷摕，互警察抓，检察官依照窃盗罪甲起诉。没想到古林人拜二下晡搁一届来偷摕，伊讲是要摕来搁厝内壁，互警察依照窃盗罪嫌依法送办。箱仔车顶悬全部拢是偷摕来的石头，海巡人员一个一个来咧调查。涉嫌违反窃盗案。14号下晡，花莲一个姓陈的查某人，伫咧立务溪口北岸倒采鹅卵石，互华巡队发现来咧调查，看到这个查某人的车顶悬竟然有大批鹅卵石，初步来称重超过620公斤。立即拦查车辆，随即对该民众进行笔录。后续依窃盗罪移送。但这已经毋是这个查某人头一遍来盗采，去年底同款伫咧立务溪口北岸，就搁再因为盗采鹅卵石互人掠，嘛有按照窃盗罪来起诉。无想到这个查某人掠毋惊，搁第3摆来咧盗采，搁讲是要搬转去厝贴标用的。这个查某人的体格看起来真普通，竟然会当家己一个人搬顶重600公斤的石头。海巡的人员对这个查某人的气力是嘛感觉足着惊，但毕竟岸边的沙石是国有的财产。无经过允准，袂当随便来捡。查某人敢若会当乖乖，互人移送法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